Hello， 欢迎收看《哥哥讲哈位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座庙宇，因为今天哥哥直击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，那就是庙宇彩绘师。刚刚敏华说到的庙，客家话就是喵。那到底庙宇彩绘师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？带大家透过镜头一起去了解喽。所有改庙都是重要的景容重信，庙改标有许多的人物故事。要让它活灵活现，又得要引经据典，这就是庙宇彩绘师相当重要的工作。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庙宇彩绘师，那我们就要问一下陈老师了，当庙宇彩绘师有几年的历史了？约30几年哦，30几年了，那这样非常有经验哦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信仰，信仰的客家话叫做信用。信用。庙改彩绘师陈敦仁不只要懂当地的民情风俗，更要懂得每幅画的历史背景。庙地图改变法都是彩绘师改信贴，只是在整间中的庙里头工作，得在鹰架上把送把哈，危险性相当高。当庙宇彩绘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？像在学习过程，你就要有的要去接触那个一些历史的典征、历史故事，哦，然后图稿，类似国画的嘛，哦，这些是画画的东西，然后你自己要练。相对的，你要养成这个成为一个彩绘师的话，它是很长的时间。整件中的庙，夏天相当闷热，冬天又无比酷寒，更得要离乡背景。但他们很坚持，要让传统的手工艺一直传承下去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认识了庙宇彩绘师，真的很佩服他们的精雕细琢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庙，喵，喵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信仰，信用，信用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庙里的壁画都是彩绘师的心血，庙地图嘅壁畫都係彩绘師嘅心血，廟地圖嘅壁畫都係彩绘師嘅心血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这句子比较长一点点，记得反复练习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